導言：緣起自天真，越做越認真。郭偉軍。活動從零到一嘅過程實在奇妙，我哋係零經驗、零資源、零基礎，一切由一個天真嘅想法開始。喺2019年，啱啱跟住 Paul Sir 學習領導力，竟然有一個契機認識扭計骰，而且令同學們萌發一個異想天開嘅春秋大夢，想要激勵身邊人相見共融，一齊創造世界紀錄。我哋本來以為係 easy job， 但係事實證明一啲都唔簡單，需要好多管理。除咗資金之外，仲要精研驗證機構嘅規則，揾贊助人，揾參加者，每一着都會令人廢寢忘餐。再加上我哋選擇一個既要學又要練嘅扭計骰做世界紀錄目標，逐漸發現真係唔衰攞嚟衰。好彩我哋一班人都旨在成長，大家可以喺極端困難下堅持咗3年，實在苦盡甘來。皇天不負有心人，原來喺我哋諗盡辦法去圓夢嘅同時，身邊有人睇見，佢哋都想一齊參與實踐每個人都想破世界紀錄嘅夢想。當集合眾志之後，力量就強大啦。原本困難重重嘅事，一步步就解決咗，令我哋越嚟越受到激勵，的起心肝嚟完成初心。呢本書描述咗我哋克服逆境嘅過程，過程分為起承轉合4個階段，由起源、助力、阻力、波折、里程碑、群體、催問呢7個角度淋漓盡致咁向大家呈現呢幾年嘅點點滴滴。來年我哋會同多倫多合作做港加兩地嘅創世界紀錄，意圖將個火種傳承落去，期望讓更多人享受呢一種難以言喻嘅滿足感。邀請大家支持同埋參與。